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5月12日，将错就错 vs 将错改错。今天经文记载在士师记21章1到7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9篇13节。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，不容许罪恶支配我，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，免犯悖逆重罪。我们有过信誓旦旦之后，发现事情不妙，怎么办呢？后悔来得及吗？是将错就错，还是将错改错呢？今天的经文来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看了让人更是心痛不已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民在米斯巴集合的时候，曾经向上主发誓说，我们绝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。现在以色列人民到伯特利，坐在上帝面前，直到晚上，大声哀哭说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会少了便雅悯这支族呢？第二天清早，人民起来，在那里筑一座祭坛，献上烧化祭和平安祭。他们问，以色列各支族中有哪些人没到米斯巴上主面前集合的呢？以色列人民为使他们的同胞便雅悯人面临绝种而后悔，说，今天以色列缺了一支族，我们要怎样为剩下的便雅悯人找妻子呢？我们已经向上主发誓，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看起来以色列人后悔了，这后悔是真的悔改吗？还是在自己自意里面而没有真正的悔改呢？看起来他们解决的方法是想要把这错由别人来承担，也就是他们来到米斯巴起誓，那里的军事行动的出发点是12支族平日没有战争时各归自己的家，他们没有常备军、正规军，所有的战士都是临时召集的。米斯巴是召集长老首领的地方，河东河西都有米斯巴，他们在这里誓师，是他们军事行动的攻防。这时耶和华成为他们征战的工具，人用自己的方法让神来听我们的使唤，利用神的话，却不是服在神的主权下。其实也没有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痛哭，放声痛哭，看起来他们真的是后悔了。他们在伯特利真的是放声痛哭，是耶和华的会幕约柜和祭司就在伯特利。米斯巴是他们在征战前向神的求问，来到伯特利，他们才真正的面对神。他们为了缺一个支派而心痛，但是他们没有对神来开放他们的心，他们一心一意只想要解决面前的问题，而也不把这问题当作是他们自己的作为。他们想要不负责任，因为他们所想的是自义。当一个人可以把妻子切成12块，这个人所说的都是不可信的。他们在神面前只想埋怨，不是真正想听上帝怎么说。真是可怜啊！在他们不平安后悔的时候，以色列他们就献平安祭，因为他们不平安，他们试图找那代罪的羔羊，把问题放在另一群人的身上。
从一个黑暗去到另一个黑暗。以色列的军长，他们作战的能力高，使人和睦的能力却是低的，特别是指责别人的能力很高，却自己反省的能力是很低的。我们看到这一章节一开始就让人家感觉很心寒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一个人犯错而已，不是一个人对上主发誓而已，而是他们是从一个集体群体而决定一起做一个集体的决定，而这个决定是错误的，也就是集体起来，他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把自己看作是很公义的，其实他们是自私自利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也不要笑他们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热心于我们自以为对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一章，我们相信耶和华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跟耶和华一样，我们都很心痛，就是以色列人不愿意跟随神，而大祭司没有让百姓跟随神。音乐牧师心很痛，是以现在的眼光，我是一个牧者，我所做的决定是很关乎能不能带领弟兄姐妹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，走在神的心意上。而人人都接祭司的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是不是在错误的决定发现时，我们赶快悔改回转归向神，而不是从一个错误的决定到另一个错误的决定。记得吗？耶弗他个人起誓，他牺牲了他的女儿，人为了保持生育而忠于自己所起的誓言，结果牺牲别人。今天这个章节也一样哦，以色列人集体来起誓发誓，他们却牺牲了另一个群体、另一个支派、一个城市、一个村庄的女儿将来的幸福。集体的力量比个人带来的影响更大，毁灭性更大。发誓实在是一个很鲁莽、很血气的事情，在紧急当中发誓，好像那个心里那个动机是很可疑的，也就是人无能为力之下，想要透过发誓牵动那个看不见的力量、临界的力量，让更大的力量来成就自己所不能做的。这个在耶稣来看起来，哇，他可是清楚来教导我们哦。在马太福音5章34节清清楚楚说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我们可千万不能随便把神给牵连进来在我们的决定中，也就是我们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需要找神，变相的找神来服侍我们，那么那可真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我们可要小心哦，不要随着自己的心意来想要服侍自己，找神来背书，不要随便去寻求那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先知的祷告。我们要更小心求问神，而不是求神问卜的心态。起誓发誓是因为人的话不可信，我们希望以誓言让别人相信我们，我们任意而行，甚至任意来起誓，一个誓言接着一个誓言，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，
真是令人心痛的决定。这一切都在于自义，也就是自私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从今天，从4世纪，我们更知道我们人性是这么的黑暗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唯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唯有寻求神的怜悯才是唯一的路。当我们发现错了，我们就回转归向神，不只是后悔，我们真的是要悔改，后悔而且要改过来，说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拯救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让我重新再来。谢谢你，你独生爱子的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的罪，要让人知道你是主。谢谢主，在4世纪最后给我们的盼望，就是他要我们真实在他面前来认罪，他要给我们再次机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可以走在真理里，使我们真能够除去我们个人心中的自义，除去我们任意而行。求主的话来炼净我们，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你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神的力量成为我们新的力量跟新的盼望。我们明天见。